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话，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门书第一章第1节到25节，腓立门第一章，腓立门书1节到25节。做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甲兄弟提摩太批假予所听当着磨的腓立门，甲姊妹阿菲亚以及甲咱同做兵的阿基布，甲自集伫你的家的教会，愿恁对咱的父上帝甲主耶稣基督得到恩典平安。第4节，我常常感谢我的上帝，伫我所祈祷的中间孝念恁。因为听见恁的仁爱，甲恁所有的信，就是主耶稣，甲显出伫正信道的，愿恁的信会三通有功效。深知恁的中间万项会好来归伫基督。兄弟啊，我为着恁的仁爱大欢喜、大安慰，因为圣道的心对恁得到安慰。第8节，所以我虽然伫基督有通好胆，将所合意的行伫吩咐恁，独独。因为三听的缘故，宁可求你，我就是年老的保罗，现今也为着基督耶稣来上关家。我为着我的囝，就是我伫挂铁链的时所生的阿尼西摩来求你。以前无利益你，现今做你我的利益。我有找伊，搁倒转你遐，这个人就是我的新伯。我本爱留伊伫我遐住。通伫我为着福音挂铁链的时，替你服侍我，总是毋知你的意思。我就是毋爱做甚物，是要互你的通好，你的好毋通是出伫勉强，是出伫甘愿，因为伊暂时离开你，兼毋是要互你通永远得到伊，毋是有缘做奴仆，是赢过奴仆，就是最所听的兄弟。我实在看伊做安尼。何况伊是你家内的人，阁是你伫主的，兼无阁较听伊嘛？17节，所以你着掠我做同伴，接纳伊，亲像接纳我。伊若有甚物亏欠你，也是欠你甚物，通算我的孝。我保罗亲手写，我要做业，免互我甲你讲，你所欠我的是你本身的性命。是啦，兄弟啊，互我伫主对你得到欢喜。互我的心伫基督得到安息，我已经深信你的宣谈，就写互你，因为知你所要行的，为过头伫我所讲的，搁伫我备办所在，互我大，因为我对恁的祈祷，上帝要将我赏赐恁。23节，以巴弗就是伫基督耶稣做我同管家的，请安你，甲我甲三甲着无的马可、阿里达古。地马、罗加也请安你，愿咱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甲伫地，阿门。这是要请咱题目师来讲道，伊所要讲的题目是人际高手，第3，尊重高手。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听大爸爸上帝，阮感谢伫主里有福气，会当来敬拜你。今仔日是阮教会的福音主日，阮要三甲来学习。伫人际关系中间，安怎会当发挥？就阮甲人的沟通，会当进一步将好消息会当来报因知。但阮已经学习到第3讲，要安怎来学习，成做一个尊重的高手。阮要对保罗三甲来学习，求主你的神，甲阮三甲做伙。伊显示阮有谦卑、敬虔、顺服心，要来领受你的话语；显示阮有属灵的智慧，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明白。愿咱的祈祷恳求，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大家平安。咱今仔是福音主日，当咱伫遐要咱5摆福音主日，是要望会当伫即个时阵邀请咱未信的即个亲人朋友，会当三甲做伙，也透过咱伫信息中间所讲的，互伊会当明白即个福气。咱所相信的好消息福气，安怎要临到伊的中间，咱安怎来关心因？咱伫咱的针对基督徒，咱拢知影，咱有一个真大的使命，就是主耶稣爱咱去普天的，互万百姓拢成做伊的学生。但咱要安怎会当互万百姓成做伊学生？咱头一个关系就是需要甲有接触，需要有一个真好人际关系，人才会要听你讲，才会要当对你所讲的会当领受到。这是上帝的心意。
咱要安怎会当来完成这个心意？咱毋忙伫人际关系中间，会当有一真好的一种学习。咱就这机会，会当将这个信息来讲。虽然这中间有几个议题伫咧，因为3月就开始讲起，来讲起的关系歌手、角色的歌手，今仔比如讲尊重，然后咱佫有2讲伫咧。那伫第1讲中间，关系歌手中间，咱学习着讲，人甲人的中间的关系，毋是靠着咱家己本身就好。原来有一个源头伫咧，这源头就是你甲上帝关系如何。咱古个咧，就是看见亚当甲夏娃。当上帝创造夏娃和亚当的时阵，亚当头一个看到夏娃，伊马上讲：这个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遮尔亲的人，为什么伫这个夏娃食了善恶果的时阵，上帝来质问的时阵，伊讲：就是你所创造迄个查某人，骨中的骨，肉中的肉，为什么变做是迄个查某人？因为原来因的关系已经甲上帝的关系已经无好，就造成甲人的关系嘛就无好去。虽然呢，等到迄个源头，当咱甲上帝是真正确的这个关系时阵，上帝就帮助咱，会当拄掉咱甲人中间的迄个围墙，互咱甲上帝关系呢愈亲密愈好个，咱甲人的关系就哪亲密哪好个，这是咱头一个学习的。虽然咱甲上帝是真细正的关系伫咧。安尼的时阵，咱倒去传福音的时，咱才有可能将这上帝听会当来报人知。那第二，咱讲到这个角色的这个歌手中间，咱伫遐来学习着讲，咱角色的这定位，不再是别人看咱如何，而是咱家己认为是如何，乃是在于讲上帝安怎来看咱。咱用的这个圣经节就讲到抽象利未。利未是一个抽象，伫以色列人眼中，伊是一个罪人，未得救的这个罪人伫咧。但是主耶稣就互伊来成做12个学生中间的一位。那毋通袂记哩耶稣12个学生偌尔重要。主耶稣的福音是透过这12个人传到伫世界所在，一代一代一直传落去。所以每一项拢非常重要。虽然咱伫圣经中间，咱敢若看见讲保罗，也毋是12个中间，是彼得，是遮个其他的人，因伫遐来传福音，敢若无看见即个利未以后叫做马太即个人伫咧。但是咱知因实力最真最好的工，即个福音才有可能伫遐来传落去。但是人眼中的这罪人，伫上帝眼中来看，却是一个通非常要看重伊的。所以，这个角色到底是如何？毋是咱家己认定，嘛毋是别人认定，是上帝安怎来看你。但是，咱知咱伫咱的社会中间，咱常看见真侪人开始感觉即卖经济无好，开始感觉即卖前途渺茫伫咧，因着开始伫迄个所在，甚至自杀，甚至伫遐来抢劫，是遐来害别人。这敢是上帝创造人的原来意思？绝对毋是的。上帝毋是创造你，然后叫你来自杀。上帝嘛无创造你伫迄个抢劫别人，伫迄个所在来害别人。原来是因为咱人拢无办法知影，倒等于到底上帝起初所创造咱的这个任务到底是甚么？咱需要安怎来回应？咱需要放下咱的传统，放下咱的惊吓，放下咱的固执。放下咱的怀疑伫咧，放下咱想要用咱有限的智慧伫迄个所在，要来了解上帝，要来分析去。咱只有单单对上帝，咱只有单单伫遐来接受军队主耶稣。然后呢，咱就伫主圣经中间，咱就渐渐去明白着，原来上帝创造我，毋是偶然的。上帝创造我是有特别的目的伫，每一样拢是上帝眼中唯一独一的这个宝贝伫咧。当你若了解呢时，你就知影你爱安怎活出上帝伫你生命中间这命定的。真侪人无一定知影讲伊的命定是啥，因为你想起的可能是遐对世界真有种贡献遮的人的，有可能有人是影响着全世界，有人影响着伊的国家，有人影响着伊的这个，还是咧干那一个关内底，还是一个团体内底。咱无一定每一样拢会当诚做迄种影响真大人，但是咱每一样拢有伊的影响力伫咧。迄是你是诚做人的父母的时，你会影响到你的囝儿；迄是你是诚做人的囝儿的时，你就伫你的兄弟姊妹中间；还是你伫学校中间，你会影响到你的同学；你去上班的时，你影响到你的同事。即个你伫无共款的角色中间，你就去影响到无共款的人的。
迄个命，你影响是倒一种影响？若是下伫圣经中间价值影响，迄就是你活出你的命定出来。你袂当伫你的角色中间建立真好，即个角色高手的时，你都要倒转到伫上帝面前来了解上帝伫你的生命中间对你的即个命定到底是甚物，然后你就会当活出上帝意爱你来活出来即个生命出来。这是咱来学习到有关的即个角色的即个高手。但今日咱要来三角来看见即个尊重的高手。咱在人际关系中间，尊重是非常的重要。咱伫圣经中间，要哪会去讲到这个尊重？原来咱是要看见保罗。保罗，咱知伊是伫外邦人中间来传福音。伊若是伫家己的犹太人的族中间传福音，大概是非常的简单，因为偏偏是犹太人，伫迄个所在会当有真好的这种沟通了，然后带你到伫即个福音入去。但是伊若要向外国人伫遐讲的时，伊免会当伫迄个所在会当来传福音。头一个你就要说服人，人当接受你才有可能的。所以真显然，保罗伫这方面有伊的这种非常会当互咱来学习的。咱要今日要对保罗伊伫逐款无共款的人来建立这个人际关系，要来成做一个尊重的这个高手的。咱来先了解保罗对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伊的看法到底是如何？人甲人中间是爱用什么做基础？伊的这个基本点，就是对伫马太福音第5章伫迄个所在所讲，耶稣甲咱讲，即个百福中间，互人和平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称做上帝囝。对即个开始的时候，保罗写配合罗马人书的时候，12章18节伊就伫遐讲，若为得通正人和，甲正人和，就着尽力甲因和。当然，咱就一定要尽力，咱尽力甲别人伫遐来和。这14章19节佫讲，既若缔到和平，大家相建立的事，咱就专务。咱认真专务伫甲人和好的这个所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15节伫遐佫讲，上帝叫咱是爱的并和平的咧。伊去到哥林多后书第13章11节讲，简单讲着和睦。原来保罗伊知影主耶稣的教是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一定要和平，一定要和睦的。会当尽力就尽力，咱有可能袂当，因为对方无一定要安尼。但是会当尽咱的本分伫遐来做，这就是真正保罗伊的领袖。然后伊就写配合罗马，写配合其他人，伊就伫遐出来提醒着保罗伊家己本身嘛做真好的这个模范伫咧。伊伫迄个所在。伊写配互即个今仔咱所读即个腓立门书，腓立门书乃是一个伊简单，伊上界底写有个人的即种批信伫咧。其他写不管哥林多前书、罗马人书、哥罗西书，这拢是写有教会，针对迄阵的教会所遇到困难，伫迄个所在来帮助因。但是下伫咱的圣经中间有一个短短的批，即个批是保罗写互即个腓立门即个个人的即个批的。毋是伫迄个所在个传福音，咱是为着即个腓立门伊的即个路财叫做俄阿西姆，伫迄个所在所写阿尼西姆，伊是安怎？因为伊逃走，安怎逃走？真可能就是偷摕因主人的物件，然后逃走。伫早时的即种有即种奴隶的制度中间，这是非常严重的事。即个人若讲掠到倒去，伊就是处死。主人要互伊安怎，伊就是安怎。但是保罗为着这个人，伫迄个所在来写一张批，咱甲下伫圣经中间，要互咱来学习着。原来这中间是写了非常真侪这个听伫内底出。腓立门这个原文的意思，伊是讲是一个亲爱的。所以腓立门书通看讲是一个有疼心的这个使徒，就是保罗。伊伫遐为着一个伊所听的这样阿尼西姆伫迄所在，伊就写批互一个伊所亲爱的人，叫做腓立门。通看见这个批其实是讲到一个真疼的这种批信。中间你看袂到讲伊讲啥疼，但是保罗伫遐尽心尽力所用的言语，伫遐所讲的就是代表伊的这个疼伫咧。咱直接要来三角来学习。咱首先咱来看见保罗。伊写批互人，对第一节开始的时，伊中间称呼着几个人，伊称呼这个人中间伊安怎描述的时，其实就讲着伊甲这个人的关系到底是如何。
第一节咱来看见，伊讲做基督耶稣的囚犯保罗。头一看见伊甲耶稣的关系是啥？伊是做基督耶稣的囚犯。咱在伊写伫这批信中间，伊伫遐讲起，伊捌受人鞭拍39个加一个。伫迄所在，佮看见伊安怎互人伫迄个所在用石头钉，还是撞着船难，还是伫遐要互人抬顶顶遮的，但是伊完全无退缩。伊无伫遐就揪起来，就毋敢伫迄所在无传福音。伊颠倒伫遐认真来传福音的。伊也甚至为着主耶稣伫遐受人关，伊写即张背信，就是去用关的时阵。所以伊讲，伊是做主耶稣基督的囚犯。伊毋是互这世界人关，伊是因为耶稣基督伫遐来关。让看伊讲伊的忠心，伊的即个奉献的心伫咧。这是伊甲耶稣的即个关系。第二，咱看见伊甲提摩太的关系，伊伫遐讲兄弟提摩太。咱知提摩太是保罗的学生，是伊所伫迄个所带的即个门徒之一。伊伫遐写提摩太前书后书，伫遐教伊讲，你伫牧会时爱安怎来牧会？但是这个时阵伫批中间，伊讲甲兄弟提摩太。甲伊看到是平等的，伊甲提名两个做伙伫遐同时写即个腓立门书，敢若含伊是平等的即种人伫咧。咱看见是保罗对人会听，甲意来伫遐要提别人的即种意思伫咧。第三，咱看见腓立门，伊写配合腓立门，伊伫遐说所听当着我的腓立门，伊看见即个腓立门应该是伫哥罗西教会即个会友，毋是伊。伫迄个所在传福音，互伊得到拯救的人，但是伊甲讲，咱是共款咧着我。华语讲是同工，所亲爱的同工伫咧。咱所共款着我，所以看见保罗对腓立门的即种尊重伫咧。佮讲到即个阿菲亚的时阵，是伊也讲伫姊妹阿菲亚，即个阿菲亚真可怜，就是腓立门的太太。伫遐看见讲，伊也非常尊重即个女性。伫迄个所在，甲即个亲密的即个友情，伫迄个所在甲讲，称伊做姊妹阿菲亚伫咧。佮看伫即个阿基布伫咧，阿基布虽然无讲到即个阿基布伫什么人，伊称伊叫做我甲我同当兵的阿基布。伊两个毋是伫遐做即个罗马兵的兵丁，伊是讲共款做耶稣基督的精兵的迄个意思伫咧。所以即个阿基布真有可能就是伫即个。腓立门伊迄个教会的即个同工，嘛真有可能就是腓立门伊的后生。伊伫遐所在看伊说，咱共款虽然无共款无共一个所在，但是咱共款为主伫遐咧做兵，咧当兵伫遐咧传福音。看见是伊对人的即种，伊会当同情伊会当了解到伊的即个情形伫咧。佮伫迄个所在，伊甲即个俄尼西姆伫迄个所在所讲的关系是讲。伫第10节所讲，伫挂铁链的时所生的，佮讲伊是我的心腹，伊是我的心腹。法古版讲，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他是我心上的人。一个奴才奴隶，伫迄个时阵，伊佮偷摕伊的主人的物件，偷走去。咱眼中看，这绝对是罪人。这无定应该枪杀一个人，但是保罗称伊讲呐，伊是我的心腹，是我的心腹，就是我迄个心所伫迄所在常常咧关心伊的，我真意爱伊的，真可怜伊就是我去关伫即个监狱中间，所以讲伫共款伫铁链中间所生的，伫迄所在所传福音，伊也真做基督徒的，咱看见是保罗对即个罗卜。伫一个奴隶，伊嘛伫迄个所在，对伊的接纳，甲对伊的即个亲密的即种表现。到第23节的时阵，伫遐个讲起提起一个人叫做以巴弗，以巴弗是个共做监狱人，大概腓立门知影即个人，所以伫遐简单就提出来讲，伊嘛共款伫监狱中间，伊也提起着伊的名，伫当关监的即个以巴弗，也要伫迄个所在甲你称干。伊会记得伊四周围遮人伫咧，咱看见的是保罗伊安怎甲即人的人际关系，甲各种的人拢有一个真，甲有一个真好即个关系伫咧，这就是咱伫即个所在要学习着。不管是共款伫监狱中间的，
不管是伫一个主人，一个有地位的人，不管是这个奴仆、奴才伫遐逃走这个人，伊拢共款用一个真无共款的这种态度来面对伊。所以咱会当看见讲，保罗伊这关系中上个重要就是啥？伊对人的这个尊重伫咧。我相信尊重就是咱每一个人做意爱，咱意爱当受到人尊重。咱嘛是要来学习安怎尊重人，咱就是对保罗伊写的批示，伊安怎去尊重？伫这个小腓利门的时，伊安怎尊重伊？伊也安怎尊重你这俄尼西母？咱看伊头前，伊写不后，伊就先甲学了。伫遐讲，我常常感谢我的上帝，因为伫基督中间，我孝念你，我听见你的听，你的甲你的信，伫迄所在我大大欢喜，大受到安慰。用一开始的时，甲这好话，甲这腓利门讲，意思敢若要甲腓利门讲，你是有听心的哦，你是有信心的哦，所以你应该爱来接来这个逃走的这个奴才伫咧。然后咱看见讲，保罗到底对这个奴隶，以前有这个奴隶制度时，伊到底伊的看法是安怎？咱知伫咱现代，咱拢真反对。因为上帝创造人，拢总是每一个人拢是之间中拢是独一，拢是唯一的，拢是公平的。所以无爱人讲这是管辖别人的，也无爱人讲这别人的奴隶之类。到底圣经中间提到这保罗对这看法到底是甚么？保罗伫个批信中间有讲到无共款身份，伊该尽的这个责任的。以弗所书第6章的第5节讲到一个最奴仆的。伊讲你做奴仆的，你着爱惊吓咬踹，用诚实的心顺探迄个肉体做恁的主人，甲伊看做是咧款待即个基督共款。你都有一个尊敬的心伫咧，你诚做一个奴仆，你着爱安尼。佮伫迄所在，甲即个做主人的安怎讲？第6章的以弗所第6章第9节讲，做主人你嘛着安尼款待奴仆，无伫喊话因，无伫恐吓因。因为在应该你共款是一个主伫天里做伊的这主人，主是无处人外貌的。原来保罗伊伫迄种制度上面，伊无伫迄所在反对，因为迄当时的社会就是安尼。但是伊在每一个人角色爱安怎来扮演伫咧。所以到伫这个哥林多前书第7章20节，伊讲我，逐人伫什么顶地。就是什么角色的时阵受调，伊就永远爱做迄个角色。虽然看起来敢若真无公平，但是上帝允准互这样代志发生的时，每一个人都爱尽伊的这个本分伫咧。当伊知影这个时阵，伊就让甲这个腓利门讲：你虽然是做伊的主人伫咧，但是你家己嘛是安那，嘛是耶稣用重价伫遐赎回倒转来奴仆。所以这个奴仆若已经信主的时阵，伊伫性命来讲是，伊嘛已经得到自由，已经是自由人啊！伊甲你共款伫天顶有一个主，做伊的这个主人伫咧。所以因为安尼做出发点的时阵，伊就甲这个腓利门讲，所以伫基督有通好胆将合宜所合宜行的来吩咐你，来甲你讲，你着爱安怎行？因为是基督做咱共款的主人伫咧。所以在刷落开始伫迄个所来讲，即句话原来即句意思是要安讲啦。伫真理来讲的时阵，腓利门你应该接纳你的即个俄尼西母伫咧，因为伊已经信主啊，甲你共款是信主。信主的时阵，逐人拢称作兄弟姊妹。但是对即个关系来讲的时阵，腓利门是保罗的学生，所以保罗当然会当伫迄个所来甲伊讲，你着爱安怎？所以咱看见是保罗伊用尽足多理由，伫迄个所在来说明，不管是对即个信主的角度来看，不管你是真做我的学生的角度伫遐来看，保罗有权会当叫伊安怎？但是保罗尊重伊，伊伫遐讲，我宁可因为三听的缘故宁可来求你。我虽然有权会当命令你，但是我不爱，我宁可来求你安怎？为着即个伊的即个奴仆。俄尼西母，所以咱伫遐看见，伊搁一摆对腓利门伫遐来表示伊的即个尊重伫咧。那俄尼西母即个名本来意思是讲有利益的，但是咱看见伊其实无利益，伊偷摕主人的物件搁逃走，所以保罗就要说服伊讲，以前无利益你啦，但是现今就要做你我的利益。伫遐继续要说服即个即个腓利门。
伊伫遐甚至对即个俄尼西姆伊的称呼嘛无共款。伫遐讲，伊是挂所人时所生的，伊是我的心腹。伫遐看见保罗对即俄尼西姆的即种提尊重甲伊的听入。保罗伫遐继续讲，我本来会使甲伊留落来，代替你来服侍我，但是我毋知影你的意思，所以我就无做什么。佫一摆伫迄个所在，向显露出伊对即个腓利门的即种尊重伫，然后佫伫遐毋若讲情，也讲即个理伫咧。讲以前暂时是离开你啦，以后检测就是要永远伫你迄个所在。佫是毋是真做萝卜，是真做过头伫即个萝卜，是真做伫信主所听的兄弟姊妹。伊伫迄个所在用安尼来说服伊的心，最后伊佫也讲：你若是看做我做同伴，你就甲伊看做是同伴，安尼共款来接纳伊。佫惊讲，即个俄尼西姆呢有偷摕物件，所以讲伊偷摕物件，我完全来负责任。伊若有啥物亏欠你的，还是欠你啥物，拢总通算我的笑。这是我保罗亲手写的。保罗用尽一切办法，就是毋望腓利门会当伫迄个所在来接纳伊。最后伫遐讲，我相信你所要行的会当过头伫我所讲的。咱看去保罗，伊为着一个奴隶。伊伫迄个所在犯了毋对，偷摕主人物件逃走的，然后伫监狱中间撞着伊，传福音，互伊伫遐来信主了后，伊以来讲，伊就来倒转去伊的源头，一直到开始伫遐毋对，你才倒转原来所在，等你甲你的主人伫遐来回息咧，然后就惊伊讲，这主人无要原谅伊，就写一张批，伫遐充满了伊安怎要想办法要来说服即个伊的主人伫咧。咱看见是背后迄个听伫咧，背后伊用尊重方式，伊尊重即个奴才，伊也尊重腓利门，伊尊重其他所有遮个人伫咧。咱看见是一个人际关系若要好，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伫咧，尊重伫咧。尊重会当为几个角色来看，你安怎尊重别人？你首先你着来看伊做是上帝所创造的宝贝。有一个人。伊经过一个车头的时阵，这个车头头前，咱拢知影真侪这身躯残障的人，伊伫迄个所在，有可能是咧讨钱做去食啦，有可能是摕一寡口香糖，还是啥物件，摕伫迄个所在，毋望你会当买。伊经过时，拄有一个残障的人，伊伫伊的即个头前下几架即个笔伫迄个所在，然后下一个换光伫迄个所在。伊经过时，伊就想讲，伊这是去食，伊就甲下100块就经过。可能等一时仔时，伊感觉毋对，伊就倒转来，伊甲迄个残障的人伫遐甲回息咧。伊讲：我甲你看做一个乞食，我毋对，我应该甲你看做一个生理人才对。所以伫迄个时候甲回息咧。然后过一段时间了后时，即个人佫到经过即个车头的时阵，一个店面内底有一个人甲叫，讲我毋爱等，直接等你等足久的。看原来迄个人就是当初坐伫迄个所在，迄个残障的人。伊讲：当即嘛，你讲我是生理人，我即嘛真正就是生理人啊！我伫这个所在开一个店起来。原来咱人若看什么人是安怎的是，伊真可能就是诚做你所看迄个人的。你要尊重一个别人，你一定要改变你的心态的。你看人到底是安怎看伊？真可能伫咱的眼睛中间，咱看伊看无起伊。伊是一个咱人，人拢看这无好。等他早是人咧看利未人共款，利未即个人共款，伊是一个罪人。即个可能是一个无啥物成就的人，是一个可能是只跟他参是一个乞食共款。但是你用无共款的眼光甲看时，伊就伫迄个所在受着激励起来。你要尊重别人，你头一个要改变的是，你安怎看别人？一个老师正教伫教学的时阵，伫迄个白板顶头用一支乌笔中通个点一点乌点起哩，问伊学生讲：你看到是甚物？所有学生最声讲啊啦，我看见一个乌点。老师也讲：这个白板这么大，乌点这么小，恁奈无看见乌板，敢若看见一个乌点？
原来咱看人的时阵，你是看见人的缺点，还是看见人的优点的？你看见是大部分，还是看见迄个小部分的？你要尊重别人，你首先爱看见伊的优点到底是啥物，毋是伫迄个所在，干那见看拢看见伊的即个缺点的。咱爱要尊重人，咱要更较大的包容，更较大的即个听的。有两个妇人人伫迄个所在开讲。一个就问讲啊，你的查某囝，你的后生啊，拢结婚了，即马到底如何？即个另外一个妇人就讲啊，阮后生实在是真可怜啦。伊讲为什么？啊，就带一个足贫惰的某伫咧。即个贫惰的某呢，一日敢毋敢若困，啊，无爱煮饭，无爱扫路骹，无爱洗衫，无爱带囡仔，啥拢无爱，甚至就去叫因后生，就爱摕早顿去伊的眠床顶头互食，够可怜啊！伊讲啊，你的查某囝啊，我查某足幸福的，安怎幸福？哦，伊拢免扫路骹，免洗衫，免煮饭，啥拢免，甚至因先生就去摕早起顿去到伊的眠床互食。为什么同一项代志，竟然是完全无共款的这种感受伫咧？原来咱看代志，咱需要无共款的角度伫咧，咱要尊重别人嘛共款。你需要无共款的角度伫遐来看，毋茫咱常常毋茫咱会当用上帝眼光伫遐来看人时，你就自然你会去你就自然你就会去尊重人，尊重着人。巴黎所在有一个水泉，讲这水泉非常的灵，你若啉，还是你若是迄个所在啊，甲抹伫倒的时阵，你的遐边就已经会好起来，就有一个退伍军人已经伫战争中间失去一支骹，伊就拜咧要去迄个水泉的所在。但迄个乡下人就惊伫迄看到安尼前就讲，无你敢有影是想讲你去骹就会生出来哟？伊讲无，我去是要知影讲我安怎剩一支骹要安怎来生活。我要知影，我按利用现在情形，我要安怎来得到我的生活，会当更较丰富。无毋对，咱要看，咱要别人尊重时，你家己有家己的认知伫咧无？你有你的认知咧，还是干那以爱别人尊重你尔？你家己完全毋知影，你家己应该你的命定，你的角色是啥物？你应该伫主的听内底时，你要活出啥物性命出来？尊重是一个真。无遐尼简单的功课伫咧，保罗伫即个所在，互咱看见非常会当互咱来学习的。伊为着即个犯罪即个路财，伊特别写一张批，充满了用种种的理由，就是要说服即个菲律宾，伊会当尊重，伊用尊重的方式，伊互伊尊重即个，毋茫伊会当接受即个伊的即个路目的。虽然看见你若要尊重人的时阵，你应该学习。只要讲你本来有，但是我宁可安怎？我本来会当安怎，但是我无愿意安尼做，因为我尊重对方。尊重的即个特质是安怎？你爱放下你的身份伫咧，你爱尊重着对方伫咧。其实咱咧讲即个尊重呢，保罗毋是唯一一个，唯一个比较值得咱来学习的，就是上帝。上帝对人的尊重比这更较高超、更较超过。为什么？因为伊尊重人，伊无勉强人，就要照着伊的意思来行。伊想出来每一个人上介好的礼面是啥？自由意志。上帝无爱咱每一个人成做机器人，伊互你会当家己做决定。伊甚至嘛伫即个爱电路园内中间，伊嘛无勉强人讲你毋通去食迄袂使食的果子，伊敢若甲伊苦劝，即个毋通食啦。主耶稣为着咱定十字架顶，伊无勉强咱每一个人一定要接受伊的救赎恩典。虽然遐无信主的人，上帝主耶稣嘛为着因留伊的保费救赎因，但是无勉强伊。主耶稣只有啥？只有咧祈求伊，咧听候伊那点。要安怎祈求伊？透过咱基督徒，以后咱大使命就是安怎去传福音。就是照着安尼咧祈求这人，你爱知有一个主耶稣为着你牺牲性命，伊要救赎你，伊以爱你会当挖开，你会当信伊，然后对你所在听候，
咱若讲知咱去传福音，咱无可能甲人诱入来，甲强迫伊入来，咱邀请伊入来，咱尊重伊。主就是安尼尊重咱人。伊虽然有遮尔大的疼，甲咱伊留伊的保费，伫迄个所在救赎咱。但是伊永远将大门开开，徛伫门口，那亲像迄个放荡主的即个老爸共款。伊知影伊的囝伫外口流浪伫咧，但是伊敢若徛伫门口咧等。伊尊重个人，逐人做即种决定伫咧，毋望伊会当倒转啊。等伊倒转到时，伊就举双手伫迄个所在来欢迎伊伫。咱要学习讲这一个人际关系尊重的高手中啊，保罗是互咱学习的，主耶稣更加是互咱学习。你毋得愿意来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真正做你的救主。你来学习伊，真做伊的即个学生无，互伊会当赦免咱的罪，享受咱新的性命，也享受咱会当尊重人的即个性命的即个特质。咱爱有一个好人际关系。咱才有可能甲人伫迄所在会当进一步伫遐来交谈。你才有即个机会会当将即个福音来报互人知，你才有机会将主耶稣的疼来报人知。但是你得爱尊重着对方，要安怎尊重着伊，无遐尔简单。你要用无共款的眼光去看，你要用一个真鼓励人看，你要看见是伊的优点伫咧。但是咱若是诚做迄人，咱嘛真毋望，咱会当常常着为着伊来祈祷，互伊会当有柔软的心，互伊会愿意伫迄所在来认知伊家己的角色，愿意伊来听到即个好消息，会当伫迄所在来接受。望上帝祝福伫咱每一个人，愿意诚做一个尊重的高手，伫人际关系中间有好的人际关系，就会当将主的福音伫遐来传出去。伫即个礼拜中间，咱有小组有即个问题，毋望咱伫小组中间有好学习，会当诚做咱的帮助，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创造阮，你阁疼阮。虽然阮常常背逆你，但是你依然透过主耶稣来救赎阮。毋然呢，你阁互阮指示阮一条活命，就是若信靠主耶稣。阮就有永生的即个愿望伫咧，但阮人常常真冷静，阮需要人去传福音，互因知影，所以阮需要建立一个真好的人际关系。阮需要学习主耶稣安怎尊重人，需要学习保罗安怎尊重人。求主你来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真正用疼来做出发点，愿意来提拔人。愿意来体验着人的即种伊的情形，然后诚做一个即个尊重的歌手，就有即个机会将福音会当来传出去。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这时阵阮同心要用主所教示阮迄个新的改变，搁一摆来讲。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即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名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阿们。